耶稣看见这真侪人，就上了山，见已经坐下，门徒甲伊头前来，伊就开嘴教示因讲：伊信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因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因必承受土地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因必得饱足；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因必蒙怜悯；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伊必得见上帝；使人和睦人有福了，因为伊必成为上帝后生；为伊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人若因我辱骂恁、逼迫恁、捏造逐样歹话、诽谤恁，恁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。伫恁以前的先知，人嘛是安尼逼迫因。恁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安怎叫伊搁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等伫外口被人践踏了。恁是世上的光，城坐伫山顶是袂会稳重的。人点灯无放伫斗底下，是放伫灯台顶，就照光一家的人。恁的光也当安尼照伫人前，叫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乎恁伫天顶的爸。莫想我来要毁掉律法甲先知，我来毋是要毁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讲互恁，就是伫天地拢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袂当废去，拢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上细一条，搁教示人安尼做，伊伫天国要成为上细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搁教示人遵行，伊伫天国要成为大的。我讲互恁，恁的义若无胜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断袂当进入天国。恁听到有反复个人的话，讲毋通杀人，搁讲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讲互恁，凡向兄弟动怒的，难免受审断；凡骂兄弟是拉家的，难免讲话的审断；凡骂兄弟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恁伫这段上献礼物的时阵，若想起兄弟向你怀怨，就将礼物留伫单前，先去同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个你的对敌也伫路上，就赶紧甲伊和好，恐惊伊甲你交互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互衙役，你就会伫监狱来了。我实在讲互恁，若有一文钱无还清，你断袂会对遐尼出来。恁听见有话讲，毋通奸淫。只是我讲互恁，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人，心内已经甲伊犯淫乱了。若是你的正面眼叫你跋倒，就挖出来弹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无叫全体弹伫地狱内。若是正手叫你跋倒，就斩落来弹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无叫全身会入地狱。搁有话讲，人若休妻，就当互伊休书。只是我讲互恁，凡休妻的，若毋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伊做淫妇了。人若带这被休的妇人人，也是犯淫乱了。恁搁听见有反复个人的话，讲毋通背誓，所吸的誓总爱向主经守。只是我讲互恁，啥物誓拢毋通起，毋通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；毋通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伊的骹头椅；也毋通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也毋通指着你的头
起势，因为你袂当互一支头毛变乌变白了。恁的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若搁加讲，就是出伫遐恶者。恁听见有话讲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讲互恁，毋通甲恶人作对。有人要拍你的正平面，连倒平面嘛射过来互伊拍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摕你的内衫，连外衫嘛互伊摕去。有人强迫你行1里路，你就同伊行2里。有求你的就互伊，有向你借贷的，毋通推辞。恁听见有话讲，当爱你的邻舍，分你的仇敌。只是我讲互恁，要爱恁的仇敌，为迄逼迫恁的祈祷，安尼就会当做恁天父的后生，因为伊叫日头照好人，嘛照歹人，降雨互义人，嘛互不义的人。恁若单爱遐爱恁的人，有啥物想事呢？就是随你也是安尼行吗？恁若单请恁兄弟安，比人有啥物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嘛是安尼行吗？所以恁爱完全像恁的天父完全共款。